大家好，我係詭異。今集詭異為大家講解嘅係觀塘開源道源城中心2樓嘅慘劇。今集嘅事主係陳春泰。陳春泰係個普通嘅老人家，大約1954年出世。早年嘅時期喺香港嘅時候，佢就喺工廠嗰度做工人為生，大半世人都係做呢個工作。與此同時，同好多人一樣，佢都有成家立室，有個老婆，同老婆生咗2個細路，靠住辛勤嘅工作養大2個細路，就咁樣就喺香港過咗幾十年。到咗2010年代嘅時候，年過60嘅佢就轉行去咗做保安，諗住咁樣有啲細藝啦，又可以賺下啲零用錢俾自己使下，再加上放假閒時嘅時候可以湊下個孫仔，就咁樣就去安享晚年。到咗2017年，陳春泰就轉咗喺觀塘開源道源城中心嗰度做嘢，佢就負責夜間嘅工作，每日就返夜晚8點至到第2朝嘅朝頭早8點，負責睇住停車場嘅大門。本嚟呢份工作係相對輕鬆嘅，但冇人諗到嘅係呢份工作最尾就令到佢冇辦法安享晚年。2019年12月11號凌晨3點幾，當時源城中心2樓嘅龍王酒家嘅防盜警報器就響起，故此當間嘅張姓副保安主管就去到現場嗰度檢查啦。到咗2樓之後，佢就發覺酒家嘅門口被打開，有明顯被潛入嘅痕跡。見到咁，佢就立即聯絡酒家嘅經理，睇下對方想點處理。點知對方就話朝頭早佢先會返嚟處理。既然酒家嘅經理都咁講，咁呢個副嘅保安主管亦都冇再即時報警，繼續返去當值。隔咗一陣之後，有同事就發現陳春泰就唔見咗，聯絡極都聯絡唔到，於是乎佢哋成班保安就立即喺大廈嗰度四圍揾啦。去到凌晨4點08分，有保安嘅同事就喺1樓1號後樓梯嗰度發現咗陳春泰。當時陳春泰瞓咗喺地下度不省人事，附近有好多染紅，而佢嘅頭部就俾一個藍色尼龍袋笠住，上半身就俾紙皮冚住，喺紙皮下低佢嘅雙手就俾鐵線衣架綁住，雙腳就俾食肆嘅白色台布束縛住。見到咁嘅情景啊，啲保安就立即報警求助啦。嚟到現場之後，救護員就發覺陳春泰個頭嚴重受傷，但就仲有呼吸脈搏，咁就將佢送院救治。而警方就喺現場嗰度發現一把鐵錘。再去到2樓嘅龍王酒家調查之後，警方就見到酒家有一個銀色嘅鐵箱跌咗喺地下嗰度，裏面啲錢就俾人拎走咗。經過酒家嘅人點算之後，估計損失3.1萬至到4.2萬。基於呢啲咁嘅發現，警方就推測陳春泰當時聽到警報聲之後就自行去查探，撞到正嗰個賊人，俾對方攻擊，綁咗喺1樓樓梯嗰度。另一邊廂喺醫院嗰度，陳春泰情況就危殆，做完開腦嘅手術都未見好轉。去到12月14號朝頭早6點51分，陳春泰喺醫院不治離世。檢驗之後，法醫就發現事主全身除咗個頭之外，冇乜好明顯有嚴重嘅傷，而事主離世嘅原因就正正就係頭部嘅傷，導致佢顱內出血。由於案情變得嚴重咗，所以警方就將案件改為老謀，由原本嘅觀塘警區重案組第2隊跟進，轉為東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。翻查咗大量嘅閉路電視片段之後，警方就追蹤到疑犯嘅路線，得知個犯人係由九龍灣搭地鐵去到觀塘嘅，係一個賊人做嘅。而根據呢啲閉路電視嘅片段同埋八達通嘅資料，
警方就鎖定疑犯就係黃信林，所以喺12月18號，警方就去到佢嘅牛頭角彩福村住所嗰度拘捕佢。拉咗佢之後啊，因為之前法醫喺事主嘅右手指甲，仲有嗰啲台布衣架上面發現咗一啲唔屬於事主嘅 DNA， 所以警方就將呢啲 DNA 同黃信林嘅對比下，結果就發現係一致，進一步確定到佢嘅身份。除此以外，翻查佢嘅出入境記錄之後，警方就發現黃信林喺12月12號就經落馬洲口岸翻咗去大陸，直到去15號佢先翻嚟香港。而喺佢嘅手機嗰度，警方亦都揾到佢曾經向朋友透露，話佢返大陸嘅目的就係去深圳嗰度紋身，希望改變佢自己嘅特徵，唔想俾人認到，而理由就係因為佢傷咗人。基本上，以上呢一切都可以證明佢同呢單 case 息息相關。咁呢個黃信林究竟係咩人呢？點解要爆格呢？又點解咁對事主呢？介紹下佢先。1991年，黃信林就喺大陸嗰度出世並且成長，而佢呢段童年嘅經歷就唔係過得好好。一嚟就係窮啦，二嚟就係佢親生嘅爸爸媽媽喺佢好細個嘅時候就分開咗，令到佢喺單親嘅家庭嗰度長大。或者係呢啲原因啦，佢喺當地讀書只係讀到中3，跟住就冇讀啦。到咗07年嘅時候，佢就跟住阿媽同埋2個家姐移居香港，一家4口住喺牛頭角彩福村彩喜樓一個公屋單位。而值得一提嘅係，佢仲有2個家姐係喺大陸嗰度居住嘅。雖然佢媽媽當時好辛苦咁幫佢換咗個環境，但佢就冇好好珍惜。嚟到香港1年之後，佢就開始行上歪路，不斷咁犯法。喺08年至到2012年呢4年間，佢就留低咗7次嘅案底，大部分都係因為佢食果味嘢，藏有果味嘢，包括就有可樂、K 仔、冰，亦都因為咁佢就俾法庭勒令佢戒咗果味嘢，但2次都戒唔甩。去到2012年8月，佢更加因為喺旺角販運果味嘢而被捕，最後被判處2年嘅監禁。值得一提嘅係，除咗果味嘢之外，佢亦都犯過傷人罪。出返嚟之後，曾經做過地盤又做過廚師嘅佢，就揀咗繼續做廚師。同時佢亦都成家立室，喺2014年至到2016年之間，同另一半生咗3個仔女。而喺2018年嘅時候，佢就去咗觀塘元城中心1樓嘅紅星中菜嗰度擔任二廚。不過唔知佢係咪又食果味嘢，定抑或其他原因啦？又或者佢工作嘅能力有問題？喺2019年嘅時候，佢就俾人炒咗，然後就陷入咗一個經濟嘅危機，冇錢交租之餘，仲爭落貴利4萬蚊。為咗還錢，佢就揀元城中心呢個佢較為熟悉嘅環境去爆格。面對警方嘅咁多證據，喺警戒之下，黃信林就直認呢單嘢係佢做嘅。佢就交代出頭先提到嗰啲爆格嘅原因。佢話當晚凌晨3點幾嘅時候，佢就潛入咗2樓嘅龍王酒家，偷咗1000蚊嘅現金，但就觸發咗現場嘅防盜警報器。咁佢就立即落樓諗住走人啦。去到停車場嘅時候，佢就遇到當值嘅事主，為免俾人懷疑，咁佢就向事主講大話，話佢發現龍王酒家俾人爆格，叫事主跟佢上樓睇下。去到之後，事主發現酒家嘅後門的確俾人開咗，咁就諗住落樓返到去管理處嗰度報警啦。黃信林話因為想阻止事主報警，所以行樓梯行到去1樓左右，佢就從後赤手空拳咁攻擊咗事主8下，再將事主推落樓梯，跟住佢就再上前攻擊對方多8下，然後就由後樓梯嗰度拎食肆嗰啲白台布綁住事主雙腳，再用嗰啲鐵線衣架綁埋事主雙手，然後就用紙皮冚住佢嘅上半身，再用尼龍袋笠住佢個頭，
做完呢啲之後，佢就返到去龍王酒家嗰度再度爆格，偷走咗錢箱入面嘅3萬幾蚊，跟住先走人。佢強調佢冇拎過鐵錘或者其他硬物去攻擊事主，亦都話事件只係一場意外，佢冇心咁做，冇諗過會做低事主嘅。不過警方就唔信佢呢個講法，繼續控告佢老謀。到咗2025年2月4號，呢單 case 就喺高等法院嗰度開審，庭上面被告承認2項嘅爆格罪，但就否認老謀罪，只係肯承認老吳。對於咁，控方就唔接納啦。到咗2月20號，4男3女嘅陪審團退庭商議之後，就以5-2大比數裁定被告老謀罪成。21號判刑嘅時候，法官就指責被告，話佢嘅行為係蓄意奪命，令到社會失去咗一個盡責嘅保安，令到事主嘅家庭失去咗一個丈夫、父親同埋祖父。被告嘅行為係非常之無情，而呢單 case 係令人悲傷。對於被告嘅罪行，法官依例判處終身監禁。至於嗰2宗嘅爆格罪，法官就判2年零2個月嘅監禁，所有嘅刑罰同期執行。今集去到呢度亦都正式落幕，最後有詭異少少嘅評論，咁都係嗰句啦，食少啲嗰味嘢啦。你睇呢個被告爭嗰4萬蚊啫，你話呢筆錢係咪細呢？對基層嚟講，當然就唔細啦。但你話係咪真係好大筆錢呢？又唔係喎，好多人都拎得出，問好多人借都借得出，或者分期去還，唔信還唔到咯。特別係被告做過地盤噶嘛，做唔到廚師咁咪返地盤嗰度做咯。2019年佢幾多歲啫？28歲，做唔到咩？幾皮嘢，有好多方法可以去做、去試、去解決。唔用呢啲方法，反而選擇一個最差嘅方法去做，去爆格。爆格都不特止，你無端端搞人哋保安打鬼咩？呢啲好明顯就係懟嘢懟上腦啦，完全係冇腦先會咁做嘅，所以就唔好食嗰味嘢啦。唔係就好似被告呢啲咁，真係會食到冇腦冇人性。亦都唔好聽懲教署嗰條 AI 片頭35秒所講，食呢啲嘢係唔存在呢啲好處嘅。即係講開又講，嗰條片呢就真係好令人迷惑嘅。即係你嗰條片係想勸人唔好食嗰味嘢，但你條片得63秒，頭35秒就喺度講嗰啲好處，哪怕你之後話所謂有個反轉，但都係篇幅上面有個失衡啦。你嘅目的係叫人唔好食嗰味嘢，咁就應該一個好處都唔提，唔好整到佢咁光鮮咁亮麗。佢仲要用超過一半嘅時間去講呢啲好處，呢啲就真係好令人迷惑。今集就講到呢度啦，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諗法，亦都歡迎大家讚好或者分享，加入會員或者 Super Thanks。另外亦都希望大家 follow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， 咁就可以喺出片嘅時候收到通知啦。而 Instagram 更加會時不時有舊相同埋舊剪報分享。拜拜。